澳洲每7個女生咧就有1個被診斷有子宮內膜移位症，佢仲可能係影響懷孕嘅最大敵人。今日咪咪老師就同你哋了解下呢個敵人，知己知彼，百戰百勝。咪咪老師嘅澳洲母嬰有問必答。子宮內膜移位症咧係講緊我哋子宮嘅內膜咧離開咗子宮，佢黏連咗喺子宮外面嘅地方，例如卵巢、輸卵管或者係附近腹腔嘅地方。佢點樣影響我哋懷孕呢？第一，佢可能堵塞輸卵管，影響排卵功能；第二，佢可能會影響胎兒着床；第三，佢可能會引起慢性嘅炎症，釋放一啲會破壞精子嘅物質；第四，如果黏連喺卵巢附近，就會變成巧克力囊腫。澳洲政府咧擺咗好多資源喺呢方面，佢哋會有專門嘅機構幫你睇子宮內膜移位，所以如果你有問題嘅話咧，就盡早去醫治啦。今日就分享到呢度啦，多謝大家。